当时阿们对对的呀，我是那时候刚个30修正皮毛的几个我打，他妈了点呢，他听个平时那个就阿拉喊毛个边的就给点呢，啥学音不下的吧？爸爸咋起不音吧？就还古样嘛的，阿们咋起不音呗？还古样，你也开始跟你讲那么学音吧？爸爸讲那用就用过的，爸爸讲那没就用过这事。按你讲那用这个爸爸知道，讲那用这个阿们去那个都干哪里修起来？按你讲那没这个爸爸阿们了，你们就些那个都拿不去些，推出些。抓不得起，东南这一点呢，这古边来个的，爸爸讲那原来的，爸爸讲那没来的，提来拍嘛来，俺这别个当了也不谈了对吧？脚穿上阿妹多包啥子？看那你泡泡的新波的，让我修起来阿妹泡泡的，当然那年起来了阿妹泡泡的，这谁要么提来我呢看开的人家带上嘛的，阿妹明了了，提了看这个老起码的看这个讲那意思呢，阿妹不顾的，阿妹提了讲那单节、休息啊，这个蹦蹦垃圾，看开起来要么的。在下到这个呢，不是这个这件事情，跟这个呢，大部就是说什么？但俺们讲那原本有时候的讲